花莲做大水，这中央前进协调所宣布，甲光复乡的7个庄头调整做责任区，要加强救灾，希望会当伫咧中秋进前完成摒扫的工作。也目前这崩山湖犹原是红色警戒，无人机嘛继续咧监控。 公开流感新冠疫苗开始做的第一天，花莲光复乡是全民拢做的方式，包含光复乡全体居民，也扩大搭接支援在前的工作人员、国军官兵，也有志工。卫福部表示会看做的状况，另外报补疫苗。不过有民众表示，部分地区交通不方便，希望透过巡回医疗，和民众用伫较近的所在来做疫苗。听说就是灾区有人就是感冒，所以我想说先预防，然后以免影响到救灾。然后刚刚我在打疫苗的时候，也看到很多外地来的志工，包含台北啊，还有一些远从南部来的，对，真的深深感受到全台湾人民的热心以及爱心。 中央地方继续了救灾，行政院政委李连成论任花莲中央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，第一摆主持记者会，表示赶紧救灾下步，将光复乡7个村落为分责任区，交由国军指挥官调度指挥，要拼中秋节进前完成灾民客家道路清理。环境部跟县府的环保局共同协力，然后希望道路的清空，这是我们的目标之一。 那第二个部分，晚上的工作由军方接手，也就是说，我们24小时连续不断的将道路的淤泥跟垃圾完全的清除。今天早上7点已经完成，用无人机在堰塞湖的上空去观测坝体的一个状况。那初判目前坝体跟水流没有异状。 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维持红色警戒，空勤总队直升机按算设置威胁湖区增水位嘅监控。另外，比较海洋警报发布崩山湖警报，若集水区有明显落雨，或者是发生地震，会发布细胞公布。另外，花莲县消防局国军特战海巡人员分进一队继续敲吹。目前伤亡有18人死亡，6人失去联络，130人受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